大家好，又係 Master 關玄學世界嘅時候，咁我哋呢個二生肖嘅回顧同一啲展望啦，好少咁樣講嘅，就講翻呢個回顧同埋展望嘅。不過今次都講下啦，就補充話，我依家叫咗弟子係啦，我嚟講嘅。今次講到羊啦，羊嘅咧，我上次講咗要睇命格嘅。如果土過旺咧，過往2-3年，即係2022、23、24呢3年，理論上就唔算好差嘅。咁但係你講緊有啲行業，如果受經濟影響，例如零售啊、飲食啊、金融啊、服務業嗰啲咧，都唔得噶啦。建造業可能會慘啲，不過都慘噶啦。咁得唔得？準唔準啊？都真係困難啦。有冇好過之前先？有好啲嘅，本人咧就都係零售行業嚟嘅，服務性行業啦，咁所以就非常困難啦。咁但就多咗開發唔同嘅範疇，即係冇死咕咕，就係等翻原本嗰個行業就會好啲。但係煲咗好多嘢出嚟，但係就未乜有錢翻咁啦。2025講有貴人轉化啦，可以處理存在已久卡住嘅問題啦。啲壓迫傷害你自己嘅嘢嘅轉化咧，會變得理想一啲嘅，有轉好嘅跡象。但係要睇你揾邊個貴人幫手，啲貴人有啲係會越幫越忙嘅，自己揾緊人幫手都要睇下件事嘅。咁有合作機會，一班人合作起嚟就落手落腳，辛苦砌砌做做咁樣，身體力行咧，大家一齊去籌謀一件事，有人組織撮合拉攏，但係始終都係件事有等待嘅味道，因為鞏固啊，咁所以變咗一定會成功，亦都唔一定發生嘅，只不過件事會等待出現，等待發生啫。咁但係如果你嘅主要合作同錢有關咧，2025唔係回報年份，破財機會相對嚟講都比較高嘅，或者買咗做咗嘅嘢要相對比較多長嘅時間先至可以變翻做錢啦。咁可能有社交應酬桃花機會，但唔一定係姻緣，可能係貴人都唔緊要，男女性都好。貴人比較可能係年長女性，有名望社會地位，考慮周詳照顧別人同埋與你關係。有冇嘢發生做緊嘅？即係可能有冇啲例如，即係唔知你係咪教學生啦，係咪收緊學生啦？但係可能有未，即係個班未開啊，或者可能開咗唔係，可能好初期唔係好多宣傳廣告，咁所以變咗回報唔係好高啦，係咪？係嘅，係嘅，有啲 project 搞緊，但係就未成到事咁啦。有冇發現有女貴人啊？有女貴人嘅，但係又唔係好幫到手咯。咁啊，屬羊嘅朋友，2026年咧就應該會比2024、25年要好嘅，因為2026本身屬羊嘅朋友係合太歲。合太歲就得太歲相助，咁但係要睇嘅，就算你嘅土旺唔旺都好咧，理論上係嚟緊呢一年咧，都係有女性嘅，即係持續繼續有女性嘅貴人幫你，而且個力度會比2025年要大一啲嘅。但係係唔係都好咧？你都係需要揀嘅。咁有機會嗰啲人唔係你2025年碰到嘅人嚟嘅。可能2026你更加需要揀其他嘅人嘅幫助，咁但係嗰個轉化解決唔到咧，就會比2025年要好嘅，因為佢2025就似大家我又唔識，你又唔識去對一啲嘢，咁但係2026就似你揾個人真係可能會比較直接有能力去解決你嘅問題。佢一種就係佢會幫助你自己，佢就算有你冇你，佢自己都行到，佢自己都識做嘅。但係只不過同你一齊做嘅時間，佢可能佢都有啲當係教下後輩，有啲幫下人一齊行咁，所以變咗成件事就唔會唔同啲。不過始終羊嘅朋友喺蛇馬羊呢3年裏邊咧，都係主學習，即係都係主一啲行業上邊嘅深化或者轉化。即係如果你呢個行業裏邊，你可能你要再學深啲先有發揮機會。又或者可能轉化要轉變去做其他行業，咁呢一個就係個羊遇到嘅問題啦。咁有人又話嘅屬蛇屬羊嘅人咧，喺個12生肖當中咧係比較蝕底嘅2個生肖嚟嘅。呢2個生肖都係屬於啲幫到自己嘅人好少嘅，而且呢2個生肖嘅人咧都比較容易惹小人是非嘅。咁呢2個生肖嘅人咧，其實都要睇下究竟可以點樣去揾一啲啱嘅人，適合人幫自己咯。咁如果你話講錢嘅咧，羊嘅朋友今年都唔係一啲好有其他財嘅年份嘅，佢正財有嘅，但係偏財唔係好明顯嘅，而且因為佢屬於啲學習虛耗嘅年份，咁所以變咗啲錢就會喺啲唔知有用定冇用嘅學習上邊或者嘗試上邊咧，都花咗啲心機氣力同金錢，咁所以變咗佢要諗定究竟應該要做啲乜嘢
喺呢個忙忙碌碌當中都要諗下自己點樣去學習，點樣去投資，點樣去揾錢，點樣為未來去鋪路呢件事，佢可能要做多少少功夫。人緣同姻緣咧，咁啊始終都有太歲相合啦，都一啲幾有姻緣人緣嘅情況嘅。如果你同你另一半嘅關係算係穩定咧，今年係進一步深化嘅年份，即係例如係拍咗好耐拖會結婚啊，又或者可能個關係冇確立，呢個時間會確立啊。咁但係結咗婚好耐嘅人咧就要留意啦。你覺得理所當然嘅事咧，可能就係忽略咗對方，會容易俾對方埋怨。咁如果你處理咗呢啲問題，應該今年都會好啲嘅。咁大致上財運同事業係咁啦。咁有咩想問啊？咁人話赤馬紅羊咁好多火，咁我本身命格有好多火喎，咁係咪會燒死自己嘅咧？火多嘅人再見多火咧，我哋就叫做一啲叫辛苦勞苦嘅命格，所以變咗你喺呢幾年嘅時間都唔會做啲舒服嘅行業、舒服嘅工作，亦都容易特別招惹小人是非。咁所以變咗喺赤馬紅羊嘅時間咧，大家都要留意身邊一啲你睇唔到或者冇考慮到、諗唔到嘅變化啦。你要好好做定一啲兩手準備，即係好多時好多啲計劃嘢就係、可能係你要多啲出力，又或者可能嗰種結事嘅競爭會好激烈。喺個競爭激烈當中，你要有周全嘅後備計劃，以防意外出現咧。咁啊，令到你可能白忙一場。咁有咗計劃之後咧，咁你可能就嗰個應對會變得比較好啲咯。好嘅，好嘅，多謝師傅。好。